即马以色列甲伊朗的情势是真紧张，航空业者拢想要闪过这段路。也若咱台湾有咧经营中东旅游的业者，嘛有接到真侪民众的电话，讲希望会当过一站啊，才阁出发。也若观光署嘛表示，目前是无咱国的旅行团调伫咧当地消息。完整保存的雕像石条，旅游团上爱去伊朗境内古城，因为伊朗和以色列情势紧张。虽然旅游地点和伊朗防攻击的所在有距离，旅行商嘛是接到关心电话。我们的4月17，伊朗跟伊拉克2·1的行程呢就被迫取消并延后。后面9月、10月预计要出团的伊朗团，客人就已经开始取消了，因为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问题。业者讲，伊朗团10天的费用大概13万起跳，伊朗伊拉克2伊团是28万起跳。无论延后还是取消，确实损失真多。不过一切以旅客安全优先。观光署声明讲，有联络驻台拉维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，表示讲无接到相关地区有台湾人急难救助的通报，而且这个地区自去年10月以色列军事冲突以来，已经停止办理相关地区的团体旅游，嘛无接到旅行团的通报。品保协会讲，目前根据外交部旅游提醒订号，伊朗部分区域是赶紧离境的红色灯，以色列是避免非必要旅行的感觉色灯。双边的订号无共款，服务业者嘛感觉困扰。以色列其实除了餐厅是关门的，饭店其实也是关门的，所以它那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有旅客。所以以色列目前来讲呢，我们觉得应该是红色警戒才对。因为中东的情势紧张，华航声明讲会调整欧洲航班航线，暂时避免飞过伊朗甲伊拉克。也若长荣航空回应讲，飞欧洲航线已经避开伊朗，影响真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